今日好高興邀請到一位服務使用者分享贍養費調解試行計劃嘅經驗。林生啊，你係點樣認識我哋呢個贍養費調解試行計劃㗎？係我上年申請離婚嗰陣時咧，對方我前妻個律師同我提過話，有一個服務就係一個調解服務，可以幫我哋去處理翻我哋目前啲贍養費啊、仔女安排啊，或者之後嘅生活情況嘅。咁啊，當你第一次咧見調解員咧，你自己嗰個經驗係點樣㗎？第一次見調解員，佢對我哋都係好平等嘅。咁佢會講得好明白，就話我哋呢次嚟，或者我哋呢次做呢啲調解服務嘅宗旨喺邊度，同埋個目的喺邊度，要為仔女爭取最大嘅福祉。咁而同一時間，亦都將大家個生活安排得好好。咁而唔會話後邊有好多其他嘅衝突啊，或者一啲爭拗。喺你哋傾到有共識嘅時候咧，調解員就幫你哋做咗一個和解協議書。其實呢個協議書咧有咩作用㗎？個協議書嗰度會寫得好清楚，究竟我哋個具體安排點樣，資產點樣分配啦。平時我俾贍養費啊，或者我要俾個生活費，我俾幾多啦。咁而另一方面咧，都將我一啲顧慮，譬如話我要諗下仔女之後嘅安排啊嗰啲嘢，亦都可以知道我點樣去同仔女去相處。其實呢個贍養費調解試行計劃咧，你覺得最吸引到你嘅，或者係嗰個最大嘅好處係啲乜嘢啊？調解員好好，咁佢打電話俾我嗰陣時已經同我講話，其實咧個收費咧係會睇返申請人嘅資格。咁如果你資格係符合嘅話咧，係可以唔使錢咁滯都 OK 嘅。咁我覺得哇，咁好難得啊呢樣嘢。而另一樣嘢其實更加重要咧，就係因為呢個調解服務係專業嘅，咁個調解員會好清晰知道，根據佢以往好多嘅經驗，話翻俾我哋聽，我哋會有機會遇到嘅問題，令到我哋碰少啲釘咯。係啦，咁所以我諗，如果我身邊有啲朋友遇到呢啲情況嘅話，我會好建議佢哋先揾咗個調解服務先。除咗調解服務之後，好難會有其他人可以咁全面可以幫到佢哋嘅。面對離婚固然會有好複雜嘅情緒，對日後嘅生活或者經濟會感到好彷徨，所以遇有困難要盡快揾人幫。贍養費調解試行計劃係幫助分居或者離婚人士和平處理贍養費嘅事宜，亦會幫手處理子女照顧、探視、財產分配等事項。只要涉及贍養費爭議嘅其中一方係香港居民，同埋入息唔超過指定嘅上限，咁雙方都可以免費接受調解。